妹都冇，年龄推得个这么骄傲，咋样子跳个没有了？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路那么委图，真正的把梦，花姑娘，木大中我花姑娘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来了。姐妹们，你们谁懂啊？我今天本来那么开心的拍这个视频的，但是，由于我太丑了，真的，我感觉我丑死了。哪个男的要是看上我，他一定是瞎了，真的是，我感觉我真的不拍视频不知道，我一拍我就觉得我真的超丑啊，丑极了。唉，再看看我这个凹凸不平的这个，这个身材，我真的。特别的不想要我自己，我怎么那么丑啊？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